聖經詩篇30篇第3節，耶和華，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，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。嗱，呢度俾我哋見到人生嘅一個好重要嘅事實。詩人話係神將佢從陰間，將佢嘅靈魂從陰間救上來，即係話我哋世人係罪人，死在罪惡過犯當中，一出生就死在罪惡過犯當中，係響呢個嘅地獄嗰度嚟到去埋進，死在過犯當中。但係呢位神，我哋嘅耶穌基督，佢可以將我從靈魂在呢個陰間當中，將我拯救上嚟，叫我信耶穌得永生，免去呢個地獄陰間嘅痛苦，永遠嘅與神同在，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求主幫助我哋把握呢個機會，在生前，在生嘅時候，有機會嘅時候，做呢個人生最重要嘅決定，信耶穌得永生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